高雄西边一间透天昨透早发生火灾，有5个人掉伫咧内面。消防队先救出厝主因翁仔某，伫咧3楼发现17岁的后生，另外一对男女是已经死亡。送病医了后，厝主甲后生救无转来，检方勘验了后，无排除是电动脚踏车爆炸引起的。 火一直冲出，消防人员分几条路拍火，7起透早3点外将火拍开，所幸发现厝内5个人捌无喘气心跳，搁一摆确认其中一对男女明显死亡。初步了解的是厝主翁仔某的亲戚甲客阿姊。鞭炮爆响的声音，但是我一直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。 但是后来我又听到蹦很大声的时候，是铁门已经打开来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有疏散5大2小，那目前是在起火户的部分，我们有搜索到5名欧卡的患者，那其中3名我们有送医。厝主一个3人送医17岁后生相当死亡，厝主也伫早起11点宣告死亡。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，也毋过火灾进前几啊位厝边听到冤家声音，无排除认为放火可能。有啲冤家的声啦，完了吼。 完了，就开始一个也开始变啊，开始类似像吵架的声音，才开始有爆炸的声音。对。星期透早，火调人员出入火场，检察官也到场。1楼红烧海下物品中有冰箱，也有一台亲像是电动自行车，且严重毁损，只剩架啊。检方勘验现场，初步排除放火，无排除是电动自行车爆炸引起大火，也毋过确实原因也要等火调结果出来。烧伤是说。 大约在50%啊，应该听不到，然后现在还在听。内底有迄什么电动车，你敢有看？迄是因囝的吧，一台尔，要因爸要因为无驾照啊，这样过起啊。电动自行车。对。厝主的亲戚朋友拢讲，翁仔某的感情真好，无相信认为放火。厝主的太太伤势严重，人也咧昏迷，因为伊伫清洁队上班，市府已经派人关心，也会提供家属相关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